Oh my god！我而家真係自己揸緊架飛機飛緊上個天，手心出晒汗，腳都震埋。第一次學揸飛機就親手捉住個操縱桿，自己起飛降落，好多人真係做得到。以前以為學揸飛機要抌低晒所有嘢飛去外國，估唔到 weekend 搭金巴過大橋，唔使1個鐘咧就去到珠海連州機場。呢一度係麻瓜飛校，大灣區最領先嘅興趣飛行學校。今次體驗課到埗之後咧，即刻換翻件機師衫，再影張證件相。之後咧就係上理論課啦，同埋模擬機訓練嘅時間。之後就去機場揸真飛機啦。我揸嘅係2座位，考 SPL 運動執照用嘅培訓機型。呢一個執照嘅入門門檻比較低，適合零基礎嘅學員。培訓30個鐘，最快1個月拎到證。如果想揸多啲唔同嘅機型，揸到4座位嘅飛機咧，就可以讀 C 照 PPL， 至少40個鐘，最快3個月拎到證。雖然隔離係經驗豐富嘅機師，都會同步操縱住架飛機，但係冇諗過體驗課已經要揸足全程咁滯。一開始咧要用腳控制滑行出個跑道，推進個油門去起飛。之後咧要用操縱桿將個機頭拉起，飛到空中咧就要做平飛轉彎呢啲任務。最癲嘅係竟然自己可以完成到勁平穩嘅降落，之後再即刻推進油門起飛翻，勁有滿足感。雖然又要望周圍嘅環境，又要望個 panel， 手忙腳亂，不過試飛完之後係覺得超級好玩，好中意呢一種翱翔天空嘅感覺。導師們亦都好專業，如果你都想試飛或者查詢考牌，留言上飛我 send 俾你。